各位姊妹，今日咧係372條嚇，問嘅就係道德良心係乜嘢嚟嘅呢？道德良心即係良心啦，係理性嘅一個判斷嚟嘅一種判斷力。咁咧就存在喺我哋人心嘅深處喎。佢咧喺適當嘅時候咧會發揮佢嘅作用，叫我哋行善避惡嚇。其實咧係跨文化、跨宗教嘅良心，好人性嘅。譬如儒家咧就講本然之善心嚇，即係本來就有與人咧，即係與生俱來有一種向善之心呢個儒家即係孔子孟子都咁講係嘛？孟子講良知嚇，咁西方咧叫 conscience 良心係嘛？con 即係一齊咯，science 即係知識係嘛？即係與我同知即係同我一齊知道一啲嘢嘅，好似有另外一個我喺裏邊有個聲音喺度話俾你聽，喂，做呢啲唔好做嗰啲咁樣。心理學咧譬如弗洛伊德Freud 咧就講呢個超我super ego 同呢個超我嘅概念咧係有關係嘅良心。人咧藉住呢一個嘅能力呢種判斷力咧，就去辨認一個咧未曾採取嘅行動，即將要採取嘅行動究竟即係啱唔啱咧？即係嗰個道德品質去邊度咧？咁樣個良心去未做嘅行動辨別啦，做咗咧就去衡量去咧講話，我做得啱唔啱呢？咁樣咁使人咧對呢個行為咧負起責任。咁有幾個作用嘅，自我監察啦，即係去睇下自己做嘅嘢有個道德嘅成分有幾高啦，道德嘅品質如何啦，自我監察。第二個咧就係實踐個道德即係善嘅要做係嘛，惡嘅唔好做咁佢有個力量，有個推動力或者阻止我哋行惡有個道德實踐呢一方面。仲有內心體驗係咩意思咧？即係如果你做得一樣嘢咧，覺得可能唔啱做錯咗，個良心會有不安㗎。咁如果你做得好嘅即係喺道德上覺得唔錯啱嘅應該咁做咧，咁個良心就好平安嘅，心安所謂係嘛？咁咧我哋喺信仰裏邊話咧，呢個良心嘅聲音係乜嘢？就係咧天主嘅聲音，天主咧通過我哋嘅良心咧向我哋講説話咁呢個咧喺羅馬書保祿咧有咁樣嘅一句都今日咧同大家分享羅馬書嘅第2章15節保祿咁話。法律的精華已刻在他們的心上他們咧即係嗰啲外邦人即係唔係猶太人佢話法律的精華已刻在他們的心上，他們的良心也為此作證，因為他們的思想有時在控告，有時在辯護。羅馬書嘅2章15節。